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7号，《21世紀經濟報道》7月4號，它有一篇報道，這個報道很有意思啊，讓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村鎮銀行它的一個場景。這個報道的標題叫"如果不簽字，這份工作你就別幹了"。被領導逼迫違規放貸，13名員工集體獲刑。這是21世紀經濟報道7月4號的報道，作者叫郭聰聰。文章說，如果不簽字，這份工作你就別幹了。面對曾歷任這家村鎮銀行業務發展部總經理、分管信貸的副行長謝某下的最後通牒，時任原雙寮集银村鎮銀行各代部总经理岳某，最終在多份違規放貸材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這一簽也讓他深陷一場持續3年、涉案13人、造成7.8億元壞賬的違法放貸大案。2020年6月，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這起違法放貸案作出了終審判決，駁回岳某等5名員工受領導脅迫的上訴理由，13名涉案銀行人員全部被定罪量刑。原双寮集银村鎮銀行是當地一家縣域村鎮銀行，由吉林銀行在2011年發起成立。目前，該村鎮銀行於2025年9月被吉林銀行吸收合併，改制設立成支行，原機構解散，相關業務由吉林銀行雙寮分支機構承接。依據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書，2016年至2019年这3年间，這家村鎮銀行上至董事長、行長、部門總經理下到一線主辦、輔辦、客戶經理，形成了一條自上而下的違法放貸流水線，10名銀行人員參與其中。判決書顯示曾歷任業務發展部總經理、分管信貸的副行長謝某，在時任董事長安某另案處理、行長王某的授意下，牽頭組織實施違法放貸。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借戶頂名、累大戶。什麼叫累大戶呢？也就是借用多家企業自然人的身份拆分貸款，把大額資金集中輸送給實際借款人。一位城商行分管企業貸款的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這種情況在業內曾經並不少見，其本質是用名義借款人的信用額度去覆蓋實際用款人的資金需求，從而繞過單戶授信上限和資質審查。整體違法放貸鏈條也十分清晰。在得到董事長、行長指示後，謝某下達指令，指示分管企貸各貸的負責人以及個別客戶經理、信貸員跳過貸前調查環節，以及借款主體提供的資料為依據就發放貸款。謝某本人在審貸會成員期間，對上述貸款的審批也均投票同意。在這條流水線上，不做實地貸前調查，不核驗經營流水，不核實資產負債和擔保資質，銀行設立的貸前、貸中、貸後風控體系形同虛設。彭博諮詢金融行業資深分析師王彭博告訴本報記者，在信貸流程上，所有銀行都需要遵守相關規定，客戶申請、資料審核、徵信查詢、實地調查、風險評估、審批決策、合同簽訂的放款等環節都有規定。對於為何會出現三查失守的現象，王彭博指出，相比大行、村鎮銀行，審批鏈條更短，部分小額貸款可在支行層面完成終審，決策權下放程度高，靈活性強，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委婉的說明，村鎮銀行的風控比較差。案發後統計顯示，3年間，謝某為李某等同一批實際借款人違法發放貸款182筆，其中162筆形成壞賬，損失約6.2億元。此外，該行還向多家企業違法放貸49筆，造成銀行損失1.64億元。合併計算，謝某的違法放貸行為導致銀行直接經濟損失近8億元。而當時這家村鎮銀行資本金才剛剛過1億元。2025年，一審法院作出判決，謝某作為主要策劃者與實施者，
被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4年6個月，也是本案唯一被判實刑的人員。其餘120名被告人因具有自首等情節，依法獲得減輕或從輕處罰，最終被判處緩刑。12名被告人，不是120名。北京子華律師事務所銀行刑事業務部吳玉斌律師指出，在違法發放貸款罪共同犯罪中，量刑差異主要依據犯意提起、業務決策地位、行為作用、違法獲利情況等標準綜合判定。本案謝某作為違法放貸模式的主要策劃者、實施者，在整個犯罪鏈條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餘12人則多為執行環節的基層人員，無獨立決策權，因此依法認定為從犯，量刑上也體現出明顯區分。吳玉斌補充道，一審判決後，岳某等5名被告提起上訴。在上訴书中，时任个人信貸部总经理岳某称，副行长謝某曾以不簽字就別幹了、開除相威脅，自己內心始終是抗拒但無法拒絕。另外4名上訴的客戶經理也聲稱只是被動配合，本身不願參與違法放貸，請求認定為協從犯，就不是從犯，叫協從犯，免於刑事處罰。2審法院審理後，對上述辯解逐一做了回應。法院首先明確了協從犯的認定標準，被脅迫者必須具有現實性與緊迫性，來不及逃避是衡量緊迫性的重要原則。若行為人有時間和條件擺脫脅迫，卻未採取任何行動，則難以構成刑法意義上的協從犯。具體到本案，相關上訴人辦理了數十筆貸款，均是不同時間辦理，具有長期性和反復性。上訴人所稱的不辦理就會失去工作，只是一次性的語言威脅，對相關違法行為是否辦理並不具有緊迫性，亦不存在來不及逃避的問題。法院據此認定，即便存在一定的職場壓力，也不構成刑法上協從犯事由。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們介紹這個案情，其實大家要明白，我們每個人在職場上面或多或少有的時候就會遇到這種情況，那你怎麼辦？所以你不要以為上面老闆逼我幹的，我不幹我就被他開了，所以我就必須幹。那你看看法院怎麼認定的？記住了，老闆讓你幹的以工作相要挾，不是你脫責的理由，一定要記住了。除非老闆拿刀逼着你不幹就給你這個是叫什麼3刀6洞，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種，那你沒辦法。法院同時強調，銀行信貸人員依法負有獨立審查義務，即便存在上級指示，也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貸前調查、貸實審查的義務。在本案中，個人信貸部、企業貸款部的相關人員在未經現查、勘查的情況下，向風險管理部遞交了不實的信貸資料。結合原雙遼集銀村鎮銀行內部規定來看，貸款真實性的審核責任始於客戶經理的實地調查，因此違法發放貸款的錯誤審核責任根源在於個人信貸部、企業貸款部。最終，2審法院在2020年6月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吳玉斌律師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在金融犯罪案件中，以執行上級指令作為核心抗辯理由十分普遍。他表示其中一類典型情形就是職場壓力類抗辯，比如以不完成放貸任務績效清零，不配合就被調整至邊緣崗位，領導以開除相威脅等為理由，主張自己是迫於職場壓力被動執行違規指令，主觀上並無犯罪故意。但從本案判決來看，這是終審判決，2審這類抗辯並未獲得法院支持，也就是法院可不認你這個理由。21世紀經濟報道說，中小銀行緣何頻踩紅線？原雙遼集銀村鎮銀行的違法放貸案並非孤立。近年監管罰單、刑事判決顯示，其中村鎮銀行、縣域農商行正在成為違規放貸的高發區，一旦造成重大損失，極有可能觸發刑事犯罪。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依據企業預警通數據梳理，截至7月2日，
監管對523家銀行累計開出2975張罰單，罰沒金額高達10.19億元，也就是中小銀行在監管這一塊，那問題重重啊，要不然罰10個億呢？其中信貸業務違規是絕對主力，上半年信貸違規罰單達到1858張，較去年同期1226張增長50%，占全部罰單的60%以上。從處罰案由來看，貸款三查未盡職已超過55%的占比位居榜首，那就是放貸啊，違規放貸，你就沒有盡職調查，沒有輕免盡責。違規辦理發放貸款緊隨其後，二者成為銀行業信貸相關處罰中排名前2的高頻違規情形。這是21世紀經濟報報道的。那麼農商行、村鎮銀行是罰單的主力軍。據企業預警通數據，2020年上半年，農商行被開出超300張罰單，罰沒金額約2.5億元。若將農商行、村鎮銀行及信用社合併統計，3類機構合計被開出470餘張罰單，罰沒金額3.3億元，在全部罰單數量中占比近40%，罰沒金額占比約1/3。王鵬博表示，部分機構公司治理薄弱，內部制衡機制不健全，疊加地方人情社會影響，就容易形成操作空間。近40%的罰單指向農商行、村鎮銀行等，說明其風險管控能力與業務擴張速度不匹配。一方面可能是基層人員考核壓力大，更加重視規模；另一方面，技術系統落後，難以有效識別虛假材料或異常交易，導致制度防線被人為繞過。王鵬博表示，吳玉斌律師對此表示認同。他指出，村鎮銀行陷於農商行頻現違規放貸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第一，經營壓力倒逼，中小銀行吸儲難，資金成本高，很多機構選擇靠擴大放貸規模維持收益，而借戶頂名正是快速做大規模的捷徑。第二，治理存在缺陷，部分村鎮銀行由民企控股，實際控制人通過關聯交易指令放貸向自身或關聯企業輸送資金，致使貸前調查、貸中審查、貸後管理3查制度流入形式。第三，人情關係複雜，村鎮銀行服務範圍局限，鄉鎮縣域信貸人員與本地企業自然人存在深度人情往來，基層員工礙於人情考察壓力，主動或被動配合制作虛假信貸資料，由此催生了違規放款。監管層顯然已注意到這一問題。這個是21世紀經濟報道7月4號的一篇報道，標題叫如果不簽字，這份工作你就別幹了。被領導逼迫違規放貸，13名員工集體獲刑。通過21世紀經濟報道，我們大概知道村鎮銀行、什麼農商行就這些銀行，那他們的管理我們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那大家為什麼要稱工行？就這個意思，這裡就不多做評論了，大家都知道什麼意思就完了。這裡無獨有偶，巧了，這個印度有個銀行好像也出了一點事情。7月3日下午，根據印度儲備銀行官網，印度儲備銀行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聯合發布公告稱，鑑於孟買眾邦銀行出現嚴重的信用風險，為保護存款人和其他客戶的合法權益，依照印度銀行監管法和印度商業銀行法有關規定，印度儲備銀行決定自2020年7月3日起對孟買眾邦銀行實施接管，接管期限1年。上述公告顯示，孟買該銀行接管組由馬哈拉施特拉邦地方金融管理局、孟買市政府牽頭，會同印度儲備銀行新德里監管局、印度儲備銀行孟買分行、印度存款保險和信用保障公司等單位組成。自接管之日起，接管組全面行使孟買銀行就是经營管理權。另據孟買众邦銀行官網，其由塔塔控股主發起，就是民營企業，並聯合其他多家
馬哈拉施特拉邦民營企業共同設立，是原印度銀行監督委員會批准設立的印度第11家民營獨立銀行，也是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家民營銀行，而且是最大的。孟買中邦銀行於2017年5月18日正式開業，初始注冊資本20億盧比，後於2020年1月16日完成增資擴股，注冊資本達到了40億盧比。那簡單點說，就是印度監管部門把印度下面一個邦的設立的一家民營銀行給接管了。為什麼接管呢？實際上跟剛才這個21世紀經濟報道說的這個就有點像了。什麼原因？21世紀經濟報道他不是說了嗎？這個21世紀經濟報道他說，部分村鎮銀行由民企控股，實際控制人通過關聯交易、指令放貸，向自身或關聯企業輸送資金，致使貸前調查、貸中審查、貸後管理3查制度流入形式。當然了，這個印度跟咱們也有相似之處。那印度的民營銀行那也一樣，西處難，資金成本高，那麼也會被他的大股東所控制。這是印度媒體報道，也就是印度這家孟買中邦銀行爆雷了。這是印度，那怎麼爆的？那肯定在大家去看一看印度的新聞。這個印度的財經記者叫阿南德報道，主要說孟買的這家民營銀行，它的這10大股東都是民營企業，而印度的這民營企業也涉及到房地產，涉及到什麼，反正都是爆雷了。那他的股東都經營狀況不好，現金流不好。那股東跟這家銀行有沒有一些借款？也就是這個銀行是不是把很多錢借給他的股東了，回不來，爆雷？也就是說，像印度還有多少這樣的銀行，這個不得而知。对，因為印度它不像咱們這麼透明公開，大家都能看到。這印度很多東西它是包在紙裡面，它不讓你聊，你要一聊，它咣嘰給你發個口罩啊。所以說印度它跟咱們這不一樣，咱們這兒還是公開透明。你比如說今天媒體報道。這個就是咱們的經濟觀察報報道說，半年甩賣500億，消費金融的壞賬正被80後、90後承包。這是經濟觀察報報道的。他說什麼？他主要說這個銀行就形成大量的不良貸款，不良貸款那怎麼辦？就是往出賣。2020年上半年，消費金融簡稱消金機構加速出清個人不良貸款。經濟觀察報記者根據銀燈中心轉讓公告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6月30日，24家消金機構掛出超100期不良貸款資產包，本息合計約500億元，涉及超1000萬筆個人消費貸款。與2025年同期對比，掛牌消金機構從15家增至24家，掛牌本息規模增長約60%，涉及貸款筆數增長1倍。拆解來看，從招聯消金掛出了21億元的資產包，到中銀消金逾期超過8年的陳年舊賬，這場出清折射出消金行業當下面臨的資產質量壓力。也就是這些錢要不回來了，也這叫資產質量什麼呀？就是質量不好，不好什麼呀？就是你借出錢要不回來了，或者借出去1萬，你能要回來4塊錢，就這個意思。資產質量不好，如果借出去1萬，你還能要回來5000，那這質量就相當棒了。頭部機構是出清主力。2020年上半年，银燈中心轉讓區頭部消金機構成為消金行業各貸不良出清的主力，其中招聯消金、中銀消金、杭银消金3家機構掛牌本息總額佔據半壁江山，單批次資產本息動輒10億元，這些都成了壞賬了。而中原消金、陽光消金，這個單批不良本息總額都在1億元以內。又來了，又是這個王鵬博，叫博通諮詢金融行業首席分析師王鵬博。他剛才21世紀經濟報道也是採訪了他。王鵬博也不知道是個印度人還是什麼人。2020年上半年，消金行業不良資產轉讓呈現參與主體擴容，整體規模大幅上行的運行特徵，而且機構批量出清存量逾期資產的動作具備持續性。頭部消金機構成為轉讓業務核心主體的貢獻主體，中小消金機構同步跟進處置存量不良資產，行業資產流轉渠道的使用頻次持續提升。說的這麼清新脫俗，王鵬博認為，這與當下消金行業發展的特徵息息相關。一方面，
销金行業存量信贷規模持續擴張，帶來逾期資產總量同步增加，機構存量不良處置壓力持續累積。另一方面，销金行業處置渠道趨標準化，信貸資產流轉平台配套機制完善，機構主動通過轉讓方式壓降不良率，優化報表指標，同時外部處置機構承接能力提升，也為批量轉讓提供了落地基礎。我記得湖南一個叫永雄是吧，專門催債的一個公司，專門收不良資產催債，都已經破產了。湖南永雄是吧，這名字應該叫這個，把總部大樓都賣掉了，頂債。陳年舊債如短暫期湧現。對比2025年银燈中心轉讓區同期數據，記者發現，他說2020年不良資產整體逾期時長大幅抬升，加权平均天數從700餘天增至900餘天，那就逾期越長越沒有收回來的希望。逾期超過1年的資產包合計占比近80%，中銀销金是常占領資產的典型代表，其掛牌的31期至33期3個資產包合計本息33億元，加權平均逾期天數超過3000天，這8年，是上半年销金機構轉讓中逾期最久。海爾销金掛牌的一個不良資產包，加權平均逾期天數是2022天，同時不足200天的短暫領資產包集中湧現，短暫領的說不定還能要一點回來。中原销金在銀燈中心轉讓區上線的2個資產包，加權平均逾期天數僅101天、102天，即貸款逾期3個多月就轉入轉讓流程。上述销金行業人士向記者解釋，逾期越久，資產貶值越快，借款人失联率越高，要不回來的可能性極高。機構選擇短期逾期債權提前掛牌，是為了快速鎖定損失。從借款人加權平均年齡來看，40歲左右的中年人是不良貸款的主要承載者。單獨看多個不良資產包，個人不良貸款加權平均年齡正在逐步年輕化。例如馬善销金、四川錦城销金、小米销金的不良貸款涉及借款人加權平均年齡32到37歲。銀行系销金存量逾期資產客群年齡相對較高。中銀销金這個逾期借款人加權平均年齡是46到48歲。上述销金行業人士稱，自助貸款新規落地後，销金機構收到窗口指導，要求綜合成本壓降至20%以下，今年要具體落地落實。當下多家销金機構面臨着極為嚴峻的資產質量考驗，不良資產轉讓為銷金機構提供了一條快速卸下歷史包袱的通道。那不管是21世紀經濟報道還是經濟觀察報，它報道的這些內容實際上都說明這個銀行很多壞賬。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的是銀行違規，把這8個億貸給了自己的關係人，銀行上下的配合，實際上明顯是這叫3審不過關，貸前、貸中、貸後，你只要有一個人負責，這筆貸款就不應該放，只要有一個人負責，他這個中間5、6個人、7、8個人簽字，沒有一個人負責的，導致銀行的資產就流入到這些不具備貸款資格的人，那貸去了就是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21世紀報道的就是這個，那經濟觀察報報道也是一樣，這些銷金實際上就是貸款給這些人，他拿去花了，花完之後他沒錢花了就失聯失蹤，打電話不接，就這樣，這不就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這說明什麼？再加上咱們友好國家印度那邊民營銀行暴雷，所以說大家自己去琢磨。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咱們一直說存工行惹不起他躲得起。根據蟑螂定律，但发現一個的時候，實際上你們家已經被蟑螂佔領了，就這麼個情況。所以大家再聯想一下口罩期間河南發生的事情，這麼折騰還不夠嗎？大家還沒有汲取經驗教訓嗎？最後咱們再聊一聊滬市。今天滬市走勢可以說是相當的，再次顯現出定海神針的本色。我們作為全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的风範，有很多人總是覺得好像這不以為然。压艙石非常重要的，我看了一下，今天我們的滬指微調1.26%，這個可以說是主動回撤啊。我們這回撤到4000點以下，這樣更安全，這更穩，主動撤到4000點以下。深成指也是微調1.24%，
那這個非常健康啊，是高質量的調整。美證指數那就更少了，它就調了0.79%，顯然它調的還比較保守。科創板和創業板那調的就更少了，科創板只調整了0.18%，創業板指數調整了0.94%。而且今天這個籌碼鎖定性是非常良好，因為很多金融消費者都知道這是主動回調，得收回來的拳頭，那不就更有力嘛？打出去，這是回調是為了更好的上涨，夯實未來牛市的基礎。所以說，很多金融消費者一看到這個，他立馬就鎖定籌碼不交易啊。所以今天成交額2.6萬億，比上個交易日少了5000多億。你看這麼多人，他主動把籌碼鎖住，不交出便宜籌碼，說明大家的看好，都知道是这主動回撤啊。所以市場非常的情緒很穩定，金融消費者情緒穩定。我在社交媒體上刷也沒看見鬼哭狼嚎的了，大家都非常開心。感覺整個社交媒體上都洋溢着一個積極向上這種氛圍。而且你看今天就在這種主動回調的情況下，還有693只股票是漲的，給很多金融消費者帶來了歡樂，帶來了這個希望。同時我們派了更多的股票，主力派了4797只股票倒車接人，這回是誠意滿滿，因為這回是到4000點以下去接人，這個誠意是吧？這個在資本主義國家你是很難想象的，這個在美的這種後的这種落魄的資本主義國家市場，這是不可能出現這種溫馨一幕。所以我們你看主動到4000點以下，派了4797只股票去接人，還有一些人冥頑不化還不上車，這個確實的辜負了主力的期望，不懂感謝。但是你這樣對待主力，主力根本就不氣餒，他明天還來接你，非得把你接上車为止。主力不可能因為你不上車他就放棄接你，因為他是主力的，他責任是這個，他的責任就是要把你帶上車，對吧？不能少一個。這就像佛教裡面觀音菩薩就說了，觀音菩薩實際上他已經達到佛的標準了，但是他不稱佛，為什麼？他要把世上所有人都渡過去之後，渡完最後一個人，他再稱佛。我們的主力就是這樣的，我們的主力就把所有的最後人都要拉上車之後，人家才走。所以说他總得每天都想辦法拍不同的股票回來接大家。這回誠意滿滿，拍到4000點以下來接。我一直說咱們回撤和美西方還有日韓股票完全不一樣，他那崩盤，他那回撤就叫崩盤，咱們體現出一種渡人的思想，也把所有的沒上車的，還在岸上觀望的，我們的牛市馬上就啟動了，對不對？還很多人沒上車，很多人因為個人思想蒙蔽了，認知有限，看不到咱們的經濟大好前景，蒸蒸日上，他還看不到我們的資本市場慢牛已經啟動了，所以很多人是因為個人認知問題還沒有上車。但是你說我們能拋棄他們嗎？不可能拋棄，這是社會責任，不拉下任何一個人。所以說這主力馬上今天就派了4700只回來接。我們再看看這個日韓股市，那簡直就是個笑話呀！日韓股市，你看全世界資本市場要這樣，那還了得啊！幸好有我們作為壓艙石，定海神針。你看看日經225指數收盤下跌，暴跌2.1%，暴跌了1500點，跌幅暴跌2.1%，跌破7萬點大關，這個就形成一個瀑布下瀉的走勢，這就是崩盤走勢。那韓國的綜合股價指數那就更這個荒唐，開盤又熔斷，這今天熔斷2回，最多的時候都跌幅超過8%。後來在我們大 A 的帶領下，大 A 來個鑰子翻身，來個下午往上一拉，才把韓國股市給穩住。後來韓國股市收盤跌了5個點，暴跌5個點的，那都是在咱們的帶動下它回了一點，否則它這10個點就出去了。所以說我一直說咱們這個資本市場是定海神針壓艙石，在我們這個股市的帶領之下，日韓股市找到了自己的方向。SK 海力士暴跌6%，三星電子暴跌7%。當然了，我不得不強調一下，日韓股市這種走勢都是低質量的暴跌，我們這主要是高質量的主動回撤。所以說雖然都是往下走，不要混淆了，這個往下走那還不一樣，一個是主動回調，一個是崩盤。所以我不得不最後再說一下，作為咱們大國的股民，那何其幸福，那是幸福的。那很多人想成為咱們股民都不行，他想來炒，他沒資格，非常着急。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